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8月17日，信心的抗逆力。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6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雅各书1章12到13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逆境力在物理学上指的是弹力，在心理学上则是复原力或重新振作的能力。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在强烈的压力下仍旧维持稳定，可以从容应付压力的能力，以及受到负面生活状况影响也能在短时间内平复的特性。抗逆力能使人在严重的危机后仍然能够顺利的反弹复原的能力。拥有这个抗逆力的人能转换逆境，使得生命更强，即使面对了困难、失败和挫折，都能正面积极的回应和面对。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所谓的抗逆力，其实就是看到大卫来到了26章。我们特别照着这个逻辑，我们来选读26章的原因，就是大卫在被形塑成，被这位膏立他的主形塑成一位王。这位主他透过环境身边的另一个王，就是扫罗王，在这个张力之下，大卫他的个性、他的生命、他的灵性怎么样被形塑。我们看到26章再次这个看到扫罗，他呢一听到有人跟他报告大卫躲在犹大荒野边缘的哈基拉山，他马上带队3000精兵要去搜寻大卫。那么搜寻的结果呢，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到了26章的5节大卫立刻动身到扫罗的营地去，找到了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觉的地方。这个有趣了这个扫罗要找他，现在大卫竟然找到他睡觉的地方扫罗睡在军营里，他的部队在他周围扎营。大卫问赫人亚西米勒和西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弟弟亚比赛，你们2人谁愿意跟我到扫罗的营去呢？亚比赛说，我愿意。那么当晚呢，大卫跟亚比赛就进入到扫罗的营里，发现扫罗正在睡觉，睡在营的中间，他的矛插在他头旁边的地上，而亚尼尔和士兵围着他睡觉，就是有风吹草动这些士兵亚尼尔首先要来保护他的主子这亚比赛就对大卫说，今天晚上上帝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中，现在让我用他自己的矛刺穿他，只要一下就可以把他砸在地上，用不着刺2下。这亚比赛冒着生命危险跟大卫进入到营去，而这个一直追杀大卫的扫罗就睡在这些他的这个士兵大将的中间。但这亚比赛他愿意去，他说今天敌人交在你手上，现在让我来承受这杀人的罪，我来承受。可是大卫呢找亚比赛去，不是要去
扫罗的命呢？因为他接下来说什么？你不可伤害他，谁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上主一定处罚他。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我知道上主自己会杀扫罗，在应该死的时候死去，或者死在战场。上主不准我伤害他所选立的王，我们拿他的矛和水罐走吧。于是大卫从扫罗的头边拿走他的矛和水罐，然后跟着亚比赛离开，竟然没人看见，也没人知道发现了什么事，连一个醒来的人都没有，他们呼呼大睡呀，因为上主使他们沉睡。或许你会想说，那这大卫要干嘛？我想亚比赛可能比我们更大的疑惑哈。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到那里，不是就是要来取这个他3番2次要你的命的扫罗的命吗？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竟然只要拿他的矛跟他的这个身边的东西，这很奇怪吧？只要他的矛跟水罐，然后就走了。那大卫，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头壳坏掉吗？我们看大卫，他其实他在这么高的压力下，他没有做错误的决定，他有抗逆力。他怎么做呢？他为什么要拿呢？我们看到13节开始，大卫就爬到山谷那一边，就远远的已经安全了，隔了一个相当距离，然后他高声的向扫罗军队跟亚尼尔说，亚尼尔，你听见我吗？亚尼尔醒来问说，谁在那里乱叫，把王都吵醒了？大卫回答说，亚尼尔，你不是以色列中最强烈的勇士吗？你怎么没有好好保护国王你的主子呢？有人刚刚进入营里要杀你的主人呢，你失职了。亚尼尔，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你们都该死，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主子，就是上主所选立的王。去看看王的矛在哪里，他头边的水罐在哪里呢？扫罗这时候认出了大卫的声音，就问大卫，我儿啊，是你吗？大卫回答，我主陛下，是我。然后又说，王啊，你为什么还追捕你的仆人呢？我做错了什么事？我犯了什么罪呢？陛下，请听我说，如果上主使你敌对我，我愿献祭给他，好挽回他的心意。如果是出于人的阴谋，愿上帝诅咒他们，因为他们把我赶出上主赐给他子民的土地，要使我流落在外国，拜那里的神明。求你不要让我死在异乡的土地，远离上主。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要出来杀我，像杀一只跳蚤呢？为什么要射杀我，像射杀一只野鸟呢？扫罗说，我错了，回来吧，我儿大卫，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因为你今晚保全了我的性命。我真是糊涂人，我犯了大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他的灵性，他的生命，他的品格，他知道他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不杀人，不报仇，不报复，因为他知道扫罗是上主所膏立的。好不好？我们来思想，当我们生命中有那个从敌人敌对我们的人的迫害，那种压力，那种危险危机，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能够有这个抗逆力，是因为我们对这一位呼召我们，以大卫来说，膏立扫罗的这位主，他对他有信心，他知道这位神允许不介入扫罗要追杀他，必定有重要的原因，他相信，所以他才有抗逆力，他有不动摇的信心。他知道
上主总会出手。所以他会说，如果扫罗他该死的时候，神必定会有办法，我们不必出手啊，是吗？因为他是神所膏立的，上主一定处罚。我们要做的是合神心意，神要我们忍耐，我们就来忍耐。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哦，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好吧，我们来默想大卫的抗逆力如何被训练的，我们能怎样来调整自己，增加抗逆力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生命被你来形塑，你允许许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当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也自我反省，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对焦于主，还是我们是看人，还是我们是看环境？谢谢你让我们有你信心的眼光，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对的选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有从神来信心的眼光，我们看见那个神要给我们的美好，即便那个还在很远的地方，但我们现在就可以活出那个美好跟喜乐哦。我们明天见。